来继续来看，前这个礼拜日，西滨快速道路发生着连环大车祸，21台车拢做一伙，2个人死亡，8个人受伤。即摆确定这个车祸原因就是大教务视线不良，这个车祸画面嘛来现光咯，因为这个雾大真高，驾驶人发现头前有车祸的时阵，已经未互动咯。 赛车时拄着大雾，雾愈来愈高，能见度愈来愈歹。看到头前的车打东来时，随反应嘛未赴，启动着中线车道的白色轿车，佮直去弄头前的拖拉机。这时期伫西滨快速道路发生的一台车连环弄2死8伤的车祸。 行车记录器所翕的画面，会使看出当时雾已经将头前视线炸掉了啊！不过这台车速度游完真紧，看到头前车辆时根本就未赴反应，就算有打洞啊，游完弄落去，造成2次的车祸。勘查采证并保存行车记录器记录画面等相关基证。案件调查后，涉嫌刑事责任的部分将移送地检署侦办。 无论是赛车还是骑车，拄着高雾，无论是快速道路还是一般的道路，拢要特别注意。像这台奥多摆骑伫台东市台湾大道4段慢车道的时，嘛因为大雾无看到头前奥多摆直接就弄落去，人甲车拢倒伫涂骹。行车视线不佳路段，应减速慢行，并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。此外，切勿急刹。另外，就是要开启危险警示灯。 若是出车祸，警方提出保命的3招，就是讲车流量较大的时，先落车去路径，确保安全的情形下，伫车祸后壁80公尺到100公尺的所在，赶紧放安全的标志，提醒后壁的车辆赶紧报警，安尼唔来使减少发生连环车祸的机会，嘛使保障驾驶甲乘客生命安全。